各位知啊，大家好啊！我係炒嘢猛人分析探伍志明啊。5月18號星期日咧嚇，香港賽馬會咧嚇喺沙田馬場咧嚇，咁有10場賽事嚇，泥地同埋草地混合賽嚇，炒嘢猛人以上3場4班1200，咁我預咗6號天天灑落騎手潘頓呢隻馬啱跑完，跑過第2好 fit 嚇，咁我預咗佢。同埋我預咗7號嘉應駿馬騎手奧爾文，哇！呢隻馬越睇就越靚嚇，好中意佢，咁我要咗佢嚇。3場我要咗6號7號，5場4班1000，咁我要咗4班，我要咗1號中環精英騎手潘頓，呢隻馬咧哇越跑越好啊，越精神啊，咁我要咗佢嚇。第5場4班1000，咁我要咗1號中環精英嚇。6場4班1200，咁我要咗1號標珠極光騎手潘頓，哇！呢隻馬跑來跑去都唔掂啊嚇，啱降磅班啦嚇，咁我要咗佢啦嚇，希望佢掂啦嚇。8場4班1400，咁我要咗2號笑嘻嘻啊騎手潘頓，呢馬應該有 win 㗎啦嚇，呢隻馬真係好靚嚇，靚到爆啊嚇！呢場咧，我要咗8號笑嘻嘻嚇，實食冇黐牙㗎，應該 win 㗎隻馬嚇。好啦，炒嘢猛人以上咧嚇，係咁多嚇，月馬好，拜拜。